香港嘅茶黃樹啊！嗱呢棵應該係目前我哋發現最大嘅嚇，係比較大嗰個茶黃樹嚟，喺香港本土大嶼山嘅嚇。雖然係灌木嘅咧，但係因為佢呢個係50、60年代嚇種嘅，都70、80年啦，甚至唔止，所以都好大棵嘅。加埋因為即係風雨都幾廿年啦，都係天生天養咁一路生長過去啦。哇，好高，一樣好高嘅嘛嚇，所以佢冇一個主幹咯，但係真係都一樣好高大。呢啲茶有機會做出嚟都一樣好飲嘅嚇，都係作為一個香港茶歷史嘅一個標本嘅活化成嚟嘅，非常難得嘅。咁喺邊度即唔同大家講得咁清楚，費事咁多人嚟朝聖啊，好好保護佢，珍惜呢啲標本嚟啊嘛，相當唔錯嘅。好，大家要影相行過嚟啊！好啊。我想掹佢，掹就唔掹佢啊？掹開唔得㗎，得唔得啊？呢個撥開佢得。撥開啊？哦，哦，呢個好啲，好啲。會唔會好啲啊？咁樣。好啲，好啲，好啲。哇！你醒喎，你咁鬼醒目嘅。係啊。OK。哦，攬醒目好多。係。